位已經係馬來西亞生活咗10年嘅香港人，亦都係持有 MM2H 嘅簽證嘅。話咁快呢，佢哋一家人嚟到呢邊生活已經10年啦。好，我哋今日呢就揾佢傾下偈，究竟佢呢10年呢喺馬來西亞嘅點點滴滴係點樣嘅？係我哋嘅主角到啦，我哋嘅靚太到啦，呀！好耐唔見啊！好，我哋上去。OK。Hello， 咩啊？咁快拍緊㗎咯！已經係入緊鏡啦。唔係啩 Hello，long time no see。呀，搞啲乜嘢啊？溫書好乖啊，家姐溫緊書。喂，你睇緊中文書啊？係啊。哦，學校有教中文㗎。哦，OK。好簡單。OK。阿珍珍，你又做緊乜嘢啊？做緊都喂，又做緊字。哇，點解你又字又係咁靚嘅？哇，你哋兩個啲字都咁整出嚟咁靚嘅。我哋仲有2個家庭成員，我見到其中一個灰狼。耶！我可唔可以抱佢啊？你小心啲啊！嚇係啊！佢惡嘅都。哦，咁我入咗去啦，咁唔玩佢啦。耶！呢個咧就係佢哋另外一個家庭成員啦，叫咩名？大灰狼。大灰狼啊！大灰狼。耶！咁大家可能唔知咧，原來馬來西亞呢個退休計劃咧係1996年咧係已經啟動㗎啦。咁佢喺2002年咧就正式改名為馬來西亞第二家園 MM2H 呢個計劃。而坐喺我哋依邊咧，呢一家人咧就係 Andy 啦、Kelly 啦，同埋佢嘅女女啦。咁2位咧就係以舊制申請 MM2H， 以舊嘅 plan 咧成功攞到一個10年嘅簽證，移居咗嚟馬來西亞。係小白，記唔記得你第幾年批出嚟啊？2015係，所以今年就係啱啱好10年啦。係今年啱啱7月咧，你哋嘅10年就 expire 啦。冇錯啦，因為以前舊制咧就唔係5年嘅，而家新制咧就係5年啊嘛。我哋舊制咧就係10年就要 renew 啦咁樣。而今日咧，我哋都要分享一個好消息，就係7月 expire，咁肯定係做續簽啦。咁我哋星匯一姐咧已經係成功幫小白一家人續簽咗佢哋嘅簽證啦。Agnes 咧就已經幫我搞掂晒所有嘅簽證，所有嘢已經貼咗喺我個護照嗰度啦。Very good 啊！嗱，我哋觀眾成日都好擔心嘅，續簽咧會唔會好麻煩啊？麻唔麻煩先？續簽咧係最簡單，跟翻你舊制，即係譬如我舊嘅時間咧係要啲咩嘢文件，只係需要 support 翻我嘅定期存款，同埋結婚證書，同埋出世紙就即係疏啦。因為我嗰段時間裏邊申請咧就唔似而家嘅文件嘅，所以有啲唔同嘅係啦。咁所以咧就跟翻你原本同政府批出嚟嗰個合約，咁你咧就可以跟翻嗰個文件咧去續簽就已經得，所以非常之方便。係咁2個月前咧 Agnes 咧只不過係攞咗啲好簡單嘅文件，淨係結婚證書啦，同埋啲子女出世紙，仲加埋舊之前你個封 approval letter。Yes，係啦，咁我哋等咗2個月咧，終於攞到我哋嘅 approval letter 啦。Yes，very good。咁嚟緊咧，佢哋一樣啦，要做翻呢個續呢個定期嘅手續，咁咧買翻保險，同埋做翻個身體檢查，咁就可以重新咧攞到一個新嘅續簽嘅簽證喺本 passport 嗰度，係咪好容易咧？ Very good。所以話咧，你哋成日擔心啦，有新制嚟啊，會唔會影響到舊制啊？我哋已經有咗真實案例，完全唔會影響。OK，而且啊，續簽手續咧係唔需要重新攞良民證嘅，亦都唔需要收入證明。所以火車都係嗰句啊，早申請早享受，好幸福啊！我有紅豆水飲啊！馬來西亞人中唔中意飲糖水啊？好中意，好中意糖水。係啊，呢個咧仲要係陳皮紅豆沙。但我想話咧，馬來西亞嘅糖水好平，真係好平。香港地如果糖水啊，我諗平均都要30-40蚊，係好細碗。但係呢度係3-4溝，你已經可以有交易。
我差不多每個禮拜都去 SS2 買糖水。再俾啲 tips 大家先，小白嘅糖水同 Kelly 嘅糖水係目前我哋食咗最好食嘅紅豆沙。多謝呀！大師級嘅紅豆沙。香港食過咁多紅豆水、紅豆沙入邊最好食嘅，多謝小白。我識咗你哋好耐啦，由佢好 BB 嗰陣時就識佢哋啦。咁我亦都好想代觀眾問下你哋啦。10年前好多人都唔識馬來西亞嗰陣時候，點解你會選擇嚟馬來西亞移居呢？其實呢，原因有兩個嘅。一，我冇好多錢去投資移民喺其他地方美國、加拿大、澳洲嗰陣時嘅門檻好高。咁啊，新加坡我有睇過嘅，咁但係哇，250萬波子嗰陣時係即係1500萬港幣，而家唔止添，而家再貴到去1500萬嘅波幣就6000萬港紙。咁所以新加坡咧係入唔到呢個門檻㗎啦。咁嗰陣時比較平嘅有幾個選擇啦，因為嗰陣時係10年前係未有 BNO 移民嘅簽證嘅，咁所以就而家嘅人就用緊 BNO 移民去英國啦。咁我嗰個時代咧就如果要最平嘅就只係能夠台灣、泰國、日本或者馬來西亞。咁考慮咗幾個原因嘅，咁因為台灣要考慮嘅就係天災嘅問題啦，打風啊、地震啊咁樣嚇，同日本都有相類似啦。咁而泰國嘅話咧就溝通語言係啦唔通。咁馬來西亞咧係考察過幾個唔同嘅選擇裏邊咧，係第一生活費好平，讀書學費好平，讀國際學校又唔需要買基金或者債券。咁而溝通方面咧，可以去買餸咧都可以講廣東話嘅，尤其是吉隆坡咁樣咁所以咧就幾個唔同嘅因素啦，咁所以就揀馬來西亞咯。咁 Kelly， 咁你嗰陣時候決定跟去，其實最大原因你哋共識啦，係為咗乜嘢而過嚟咧？即係為仔女，即係為仔女，仔女讀書都重要嘅，咁起碼唔使喺香港頭嗰6年嘅小學咁辛苦咯，過嚟真係好輕鬆嘅嗰段時間。係咪好輕鬆啊，陳明？你覺得你自己喺呢邊返學幸唔幸福？幸福。但係你返到香港見到佢哋，你覺得佢哋同你哋有咩唔同？好忙啊！佢哋好忙啊！佢哋忙啲咩其實？成日補習同考試，好少見到佢哋。即係你返到香港，你冇乜機會見到佢哋，一忙考試，好忙，2個禮拜補習。返香港真係可能佢哋都冇乜時間見到我哋，真係好忙。小白咧成日都強調一樣嘢，就係高質素但係低消費。咁你可唔可以講講你1年俾幾多學費？學費以前過嚟嘅時間係1年班啦，細女係幼稚園啦，咁嗰陣時學費係最平嘅，因為大家都知道嗰個每年升級，你就每年都會個學費都會升噶嘛咁樣，咁有通脹啦咁樣。咁如果嗰陣時初過嚟嘅話，應該一個學期係6000蚊馬幣，咁2個學期即係12,000蚊馬幣，咁如果當成2先啦，如果馬幣算就24,000蚊1年咯。OK， 咁我要澄清下呢個24,000嘅 quality 先啊。Yes。OK，我哋問下英文嚟到國際學校，英文水平你覺得 O 唔 OK？好，一陣間你用英文同我哋交談下。第二，咁你喺學校學唔學到中文啊？都學到。咁嚟到都係要學馬來文啦。咁你依家係咪都係可以同小部分馬來話溝通？嘢食咯，嘢食。因為咧，我哋你已經喺度幾多嘅語言？因為我哋之後係 quit 咗冇讀馬來文，因為諗住第日 ICGSE 冇考馬來文。OK， 但係識少部啊。係啦，識少部。有啲人會成日誤會話馬來西亞啲教育得唔得㗎？話你知唔知馬來西亞教育點解唔得咧？我哋咧已經製造咗一個實優生出嚟啦，係咪啊？係咪 Kelly 你嘅女係咪係全校唯一香港跟住攞到咩獎話？佢攞過一個國際性嘅皇家英國作文比賽，金獎，其實真係好犀利嘅，即係佢唔係金獎，佢仲要係金獎再跳一級咯。我諗係全香港都係得佢一個，全香港都有一個。係啊，
呢個掌聲。所以邊個話馬來西亞教育制度唔得咧？咁真係好似你講嘅低消費，但係好 quality， 係嘛？真係咪啊？OK， 跟住我哋再講翻啦，就係佢最緊要啦，為咗小朋友啦。咁你喺度呢10年開唔開心啊？開心。 OK， 跟住學校會唔會好大壓力啊？有時時咯，有時時，係啊，好少咯，即係 compare to 香港。OK。咁你哋兩位咧，好嘅，小朋友問咗啦。咁你哋兩位最大嘅感觸係咩？即係過咗你10年，同香港嘅生活有咩唔同？起碼係真係10年裏邊係近呢1年先補習真係，因為佢要追 ITCSC 嘅。OK， 9年裏邊從來都冇補過習。我覺得呢一樣嘢已經係令佢開心好多，同埋冇喺香港讀書咁大壓力。因為喺香港讀書，你唔補就真係好似你蝕咁樣。呢個媽咪真係，我問緊佢自己過到嚟有咩分別？佢咧嘅焦點都係擔心個女，都係講個女，真係 OK。啲仔女度係。咁你自己咧？自己啊，自己都係開心嘅，因為你嘅時間多咗嘛，同埋馬來西亞讀書有樣嘢非常好，其實返半年學校，半年都係放假。你成日都講1年讀180日啊，一年讀180日。咁小時候嘅時候咧，真係 keep 住去旅行，一放假就即刻執行李就即刻去旅行。咁而家就真係大啦，真係要面對一個公開嘅考試咧，就少啲出現嘅。我哋做父母就真係配合佢想喺屋企溫書，咁我哋就會喺屋企咯。就真係以前係真係好輕鬆，日日都每個月都話要去邊度旅行，邊度旅行嘅。但係淨係講緊去馬來西亞旅行，佢都去唔晒，幾多地方去玩啊！真係成日睇到啦，一陣間我再 share 佢哋啲開心事先。咁書伯，我問翻你啦，咁我哋永遠都強調高消費一個高質素嘅享受啦。咁你身為一個一家之主，因為啲數全部你計啊嘛，咁係啦，香港生活費嚟到馬來西亞生活費，我諗應該係好大嘅分別啦，係咪？咁喺呢方面可唔可以 share 多啲 information？ 如果呢邊啦，使費嘅話，應該係香港1/3左右啦，即係成個家庭嘅消費裏邊計。咁所以譬如可能香港一個月基本都要大概5萬到6萬啦。呢邊可能2萬蚊港紙，1萬蚊馬幣，基本 OK 㗎啦。咁而家基本最貴嘅消費就係2位嘅學費咯。所以如果係有小朋友嘅，而你又讀國際學校嘅話，可能係學費嗰 part 咧，你會預比較多啲啦。咁但係幾貴都好啦，你同香港比咧，因為始終個國際學校學費係香港大概1/3左右，而又唔需要買基金債券，咁所以學費方面係同香港嘅話真係相距好遠嘅。咁呢個第一。咁第二嘅話咧就係衣食住行各方面啦，都比香港係真係平好多嘅。好簡單，你去食一餐飯，可能喺香港食個好普通嘅2餸飯、3餸飯叫做最平啦，咁都起碼要係咪60蚊、50-60蚊啊？而家係咪應該都要？咁我哋呢邊應該可能係大概10蚊馬幣，就應該可以食到一個2餸飯啦。我唔好用貴嗰啲去到舉例啦嚇。咁但係即係如果你食2餸飯咁計，呢度咧係10蚊馬幣左右啦，咁已經係一餐咯。咁平時食下嘅餐嘅價錢咧，同香港嘅 difference 我諗都應該有1/3、2嘅，但冇咁平啊！最緊要啲嘢食好唔好？呢個亦都係好多人都會問一個問題，就係頭先你問我點解會移民嚟馬拉唔考慮泰國啊咁樣，原因都係因為唔係泰國嘅口味唔係咁啱小朋友，原因真係全部都好辣嘅。咁而喺呢邊咧就冇咗呢一個咁樣嘅問題，就係起碼食嘅嘢咧佢哋係啱口味嘅咁樣，咁同埋真係好食嘅，呢個係事實。我相信觀眾們應該我諗有90%或者10%係嚟過馬來西亞，你都要會覺得就係馬來西亞嘅嘢係好好食，而又非常之平、靚、正、抵呢幾個字係咪應該形容晒咧？咁你哋平時都屋企煮多啦，係嘛？咁就 Kelly 去街市買餸多啦。咁女人啊最驚啊，啲街市啊又邋遢啊，又污糟啊，唔會啊嘛，係咪？其實都冇喎，真係好乾淨嘅，係咯。同埋全程都係用廣東話溝通嘅，10蚊豬肉啊，10
蚊4包菜嘅，完全係用廣東話溝通，你唔需要擔心話你唔識英文溝通唔到，完全冇呢個意思。咁再轉翻去啦，咁食嗰啲嗱肯定冇問題啦。依然翻翻個交通嘅問題，因為馬來西亞冇香港咁方便，可以周圍都搭地鐵，咁你梗係有部車㗎啦。咁你養車貴唔貴咧？養車係你香港係想象唔到嘅，香港租一個車位呢邊可以租一個屋企嘅單位，所以係完全唔同嘅。咁同埋基本上呢邊所有住宅啦，基本都包一個嘅車位喺裏邊㗎啦。咁如果你單位大嘅，可能係包2個添嘅咁。咁同埋入油啊，真係相距好遠嘅。而家香港入油應該20幾蚊1公升，咁我哋呢邊入緊嘅話，應該係2蚊至到3蚊啦。如果入靚啲嘅油，即係97啦，咁就係3蚊多啲啦咁樣。咁所以同香港3蚊馬幣我嘅意思係，咁即係就算你計到最貴啦，應該7蚊港紙應該係最頂榜㗎啦。咁但係大部分人都會係入4蚊港幣左右咯。咁如果小白出國真係唔喺度啦，帶團嗰陣時候咧，你自己揸車或者係你 call Grab 啊？我揸車㗎，你揸車你喺度學㗎？係即係香港冇揸過車，香港唔講。但係你喺香港考牌或者呢度考牌，但係呢度喺呢度先開始揸，香港冇揸過車。係，女士都可以揸車㗎，唔一定男士㗎。絕對揸到嘅，因為咧會同香港有好大分別嘅。如果應該你會更加覺得就係喺呢邊揸車咧，啲人後邊就算你出嚟嘅位嘅時候，佢唔會係咁撥你嘅，唔會撥到你咧，係好似黐咗線咁樣嘅。會啊，但係呢度揸車，因為始終都係你前門都係謹慎少少啦，可能出少少，人哋已經讓勢行一行。因為後面啲車會出前面嘅係女司機啊、讓位啊咁樣。所以我就覺得容易揸啲咯，同埋禮讓啲咯，始終都真係會係。OK， 咁小白都試過，如果係出 trip 耐啲，因為小白其實本身係一個導遊嚟嘅。咁你哋3母女，之後有時佢帶團10幾日，咁完全自己係可以處理晒啲嘢嘅，好簡單。因為始終我哋揸車出入都唔係真係咁唔方便嘛，都係好方便，同埋泊景位又方便。咁你有小朋友長時間翻學3點幾先翻嚟，所以時間係好充實嘅。好，有個問題咧，唔問你哋，問小朋友。啲人咧成日即係如果啲對馬來西亞唔熟悉嘅人咧，成日都誤會話馬來西亞治安好差。其實小朋友嘅角度，你覺得我哋呢邊治安差唔差？唔會啊，4腳蛇多。4腳蛇，真係要4腳蛇嘅，我都驚啊！因為去過馬六甲見過嗰啲4腳蛇，所以我哋唔住地屋，我哋要住condominium一棟嘅樓就係咁解啦。即係佢唔驚人，佢驚蛇，竟然唔驚人。因為我哋喺香港都係住高樓大廈嘅，咁我哋係冇住過平房地屋嘅形式啦，即係嗰啲所以咧佢哋就會覺得咧，如果屋企突然間出現一條4腳蛇咧，係好大件事嘅樣嘅。咁而但係住屋企住宅裏邊咧，搭 lift 又要拍卡，停車場要拍卡，係啦，跟住入你個屋苑裏邊全部都要過呢個 security guard 咧，所以佢哋就會覺得係好安全嘅。唯一咧就係 security guard 係唔會過到嗰啲4腳蛇，所以佢覺得最危險嘅就係4腳蛇啦。好笑啊！你嘅答案真係笑死我啦！呢個單位你哋住緊幾大啊？差不多1800尺。1800尺，你笑係咩意思啫？因為喺香港咧，如果唔係好有錢嘅富豪咧，可能都係一般都係好似我哋以前咁啦，都係500-600尺左右咯。所以如果講1000幾尺，仲要複式單位嘅話咧，就會係好艱難啦咁樣。滿家樂嗰陣時嘅價錢平過而家好多。嗰陣時你推介俾我嘅咧，買滿家樂都係講緊800幾蚊馬幣一尺。800幾蚊馬幣，講緊1000幾蚊港紙，香港係1萬幾到2萬幾蚊港幣一尺，所以其實基本可以講係香港1/10嘅價錢咯。咁嗰度買嘅時間係170幾萬馬幣啦，咁然之後就2000幾嘅尺數啦咁樣，咁所以其實真係2065係咯，所以係超值嘅。咁而家就冇住。原因咧就因為後邊嗰2位公主啦，因為佢哋過嚟嘅時間咧，大嗰個公主咧就6歲，就係
1年班，即係香港啦。咁細女咧過嚟嘅時間係2歲嘅啫，咁啊手抱 BB，咁所以就因為學校一揾咗一讀就讀到而家啦，咁啊讀到而家係16歲，即係讀咗10年，所以你叫佢轉校咧，佢絕對唔會嘅。咁所以變咗買嘅地點咧就冇喺嗰度住，就反為租翻喺學校附近近嘅地方，就係呢個原因啦。仲要咧每一個月啊，唔係每一日啊，仲要幫佢創造呢個被動收入啊，收緊孟加拉層樓幾錢？冇錯啦。咁而家嗰邊租金係8500左右啦，即係嗰個馬幣嘅收入。咁我租呢邊你覺得啱嘅？點解會係講被動收入咧？因為我呢區咧近學校嘅咧，屬於一個即係本地人嘅住宅區啦，係啦。咁所以咧就係2700馬幣，咁啊，所以你計下啦，8000幾同2000幾，你相差裏邊咧，你就賺咗嗰個差價咧，差唔多有成5000蚊啦。就係一個幾好嘅唔錯嘅一個收入啦。所以呢邊咧亦都可以咧。即是俾啲 tips 大家，其實住咧同投資咧，或者係可以未必係要同一個地方。冇錯，啱啊。尤其是咧，我哋都會有啲觀眾咧，成日話，我好想去檳城。如果咁咧，投資點都係 KL 好啲㗎啦。咁可以考慮咁個方法喎。咁你咪買層樓去 KL 出租，咁創造一啲 extra，咁你咪喺檳城平地租咯。冇錯，因為檳城啲樓又大間又平啊嘛，係咪？又或者其實好似小白咁咧就買呢個地方，咁租又係另外一個地方。就真係好 flexible 嘅啲冇錯，因為你計下，如果你個差價有成5000蚊，哇，成1萬蚊港紙都差唔多可以咁講。咁你基本上，如果我唔係有小朋友讀國際學校讀書嘅話咧，其實兩公婆如果有1萬蚊一個月裏邊都幾好使嘅，講真。有啲人真係好懷疑我講呢個1萬蚊使費係咪真嘅喎？港紙就難啲啦。如果馬幣有1萬蚊咧，就真係絕對夠使。但係有啲人都 challenge 我話1萬蚊係過啲好低層次嘅生活喎。唔會啊嘛？會啊！你租間屋咁樣日出去食都唔使使到好多。真係應該係嗱，點解我強調話咧？因為佢哋1到5係自己煮，星期6日咧就出邊食，出去食。跟住咧就成日爹哋帶你食咩咯？燒烤，跟住咧食好嘢，燒鴨。OK， 平均咧，你覺得1年爹哋帶你出國幾次啊？出國幾多次啊？哇！同我淨係講今年咧，13個國家你自己數到。係咯，即係真係你唔會降低你任何嘅生活水平。OK， 你喺度依然可以 enjoy， 依然可以享受到你嘅 life 係咪？其實應該咁講啦，如果你喺香港有一個物業，而你又考慮退休咧，我絕對會介紹你過嚟馬來西亞嘅。原因點解咧？可能你一個物業賣咗，可能有1000幾2000萬港紙，你呢邊買一個吉隆坡市中心嘅，可能講緊100萬馬幣為標準啦，200萬港紙，你可以買5間。1間你自己住，4間你收租。我真係想問呢嚿錢點樣去到使？即係好多朋友，我自己身邊嘅朋友都係問呢個問題。其實根本係好好用嘅，即係你將嗰個香港嘅銀碼換咗過嚟呢邊使，然之後你就將個租金就已經夠 cover 晒你所有退休嘅生活。所以唔計小朋友讀書呢 part 啦，暫時都我仲要俾啦。咁但係之後嘅話咧，就我覺得係非常之好嘅。仲要啊，就係或者好似小白咁，或者佢哋咁，係 keep 住香港層樓放租，跟住收到租金喺呢度生活，乜都夠晒啦。亦都得冇錯啦，因為香港嘅物業我都仲有啦，咁保持喺嗰度嘅話，其實係嗰邊嘅租金已經夠 cover 呢邊嘅生活使費，真係。我相信係嘅。如果你要 carry 過嚟呢邊，要降低生活嘅話，我諗都唔制啦，係咪？制。總結下，小白你1個月嘅使費係一家人6口係幾多？6口啊，有2隻貓。OK， 咁啊其實如果講唔計學費先啦，如果學費大概6000蚊嘅，即係2個嘅話，因為大班咗，唔係真係小朋友嘅階段。如果小朋友嘅階段可能係3000蚊已經搞掂，咁但係而家已經去到大個咗咧，就6000蚊學費。咁先撇除學費先啦。如果講租金，可能係2000零蚊啦。如果我呢個區域，咁啊跟住就水電煤，水費係最平嘅，喺馬來西亞平過香港好多嘅，30至到40蚊馬幣
一個月。咁啊電。今年係特別熱嘅，我諗應該香港啊、日本啊，大家都知道係特別熱嘅。如果以往正常嚟到計啦，冇咁熱嘅時間咧，可能係大概200零蚊一個月啦。咁今年咧係真係去到400幾嘅。咁但係400幾嚟計啦，我屋企2層啦，1、2、3、4、5部冷氣咁計，咁仲要係都長時間開，都係大概400零左右啦。個電費係，所以如果你對比香港，如果你5部冷氣2層樓嘅話，我諗我都要6萬蚊，我都唔識得計幾千啦肯定咁我呢度計嚟都係400零蚊，我當你去到500啦，咁都係1000蚊港紙，係咪先咁所以點都係香港嘅可能係1/4、1/5咁上下價錢啦。咁而煤氣費咁啊，應該30到60蚊頂晒磅噶啦。我仲要日日煮飯喎，因為星期1至5我都係自己煮，咁係禮拜6日出街食都係應該30到60蚊已經好頂磅啦。咁水電煤就係咁樣咯。咁泊車就唔使錢嘅，因為基本每間屋都包咗有車位㗎。咁出街泊車又係平嘅一般商場幾蚊雞馬幣一個鐘。咁啊入油大家都知啦，2蚊係啦，仲平過飲水即係4蚊港紙1 litre。咁啊個個香港人聽到都會覺得哇黐線嘅，仲喺呢邊揸車係着數嘅。所以你話電動車好唔好可能都會好，不過就我哋呢邊入油都真係好平咯。同埋買餸啦，買餸即係喺屋企食多啦。買餸嘅話平喎，菜10蚊馬幣4 pack 係啦，大概係咪即係成個月都係買餸煮埋，真係煮埋1000到1000鬆啲咯除非呢啲要食和牛2餐都冇咗啦喺香港，你仲要買1個月嘅餸，所以即係食方面，無論出街食好，屋企食都好，都係平嘅。咁即係話計埋唔計學費都1萬蚊搞掂嘅。1萬蚊馬幣2萬蚊港紙啦，基本肯定夠。即係如果講唔計有小朋友而計退休生活啦，2萬蚊港紙好好使我覺得。咁我哋強調翻先，因為我哋計翻條數係基本生活費。咁當然啦，係大家嘅要求唔一樣。咁你過到嚟生活，你想 staycation， 咁你想去玩，咁你想食豪啲，你想餐餐食魚翅鮑魚嗰啲就自己嘅選擇啦。冇錯。咁我哋呢條數咧係計翻基本真係生活費，一個好嘅質素嘅生活費嘅使費。大家記得去撳個鐘仔 subscribe 我嘅 YouTube 頻道，我會努力拍多啲關於馬來西亞嘅衣食住行影片俾大家。